咁你作為第一位，你點睇啊？雙魚座，噔噔噔，你哋針對我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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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即刻情緒勒索。我頭先咪話有個拖延症嘅稿題嘅，我作為一個主編啊，即係大佬交稿嘅時候，通常就寫咩咧？喂，交稿贖回人格，即係你嗰個拖稿嘅程度係已經係嗰期拖延症嗰篇全部冇寫到。咁然後我第一句就係我覺得自己根本沒有拖延。因為我都沒有開始，係咪啊？總之你無限藉口啦，人哋嘅拖延，如果嚟緊一啲實務啦，但係你係去咗瞓覺咯，係催你唔住。我真係好眼瞓，我真係有充滿眼瞓症㗎，即係然後係好中意做咗啲唔拉更嘅嘢，所以你成為冠軍咯。我而家講啦，大家唔好鬧我啦，我有 miss flight。咁今次係好勁㗎，因為已經係攞咗夜晚最後一班機啦。嗰個故仔好長，第二日咧嘅1點到2點半咧係有一個 presentation，咁我就成晚喺度做 PowerPoint，做到朝頭早7點，準時起身去做呢個 presentation 啦。咁就其實嗰個 presentation 係下個禮拜啦。咁你咪好早完成咗咯，嗰啲嘢。即係剩翻嗰個時間就係要 make sure 自己夜晚班機唔遲到啦，好驚自己去瞓覺啦，所以就瘋狂喺度做家務啦，煮咗飯俾自己食啦，清咗個雪櫃喎。有時間剩喎，可以慢慢出門口，執晒行李擺晒喺度，已經 ready 出門口。就發生咗咩事啊？個 flight 係琴晚，未至於咁樣，坐咗喺度發吽哣，發咗2個字就 miss flight， 係發咗2個字。匪夷所思啊！超越咗11個星座嘅一個極限。